各位来宾，顶礼拜啊，这个白贼七啊，甲曲梦社两个拼了后，迄白贼七啊，确实有一套呢。迄个钱元贵啊，嚯，足当生咧，放荡来专门伫咧讲书费。结果呢，叫白贼七啊，甲讲一个安尼，片费相当老啊，白白了40两银。但是你要想看卖呢，白贼七啊是足厉害，但是曲梦社又安那无咧软呢？你甲看卖，这回着曲梦社，到底曲梦社会输这个白贼七啊袂啊？来，咱继续甲看，好戏无看拍算哦。我甲你讲吼，顶礼拜算叫你拼去的，我甲你拼。对，所以这礼拜呢，我有准备来啊，绝对要赢你。无认输，要搁一摆。对。要搁一摆就来啊！你讲啊。好。但是哦，咱今仔日咯，咱这礼拜哦，较斯文的。较斯文。好好，看你要安怎斯文法来啊。咱来比赛迄落对对啊。对啊。哎，简单啦。简单。呢。我你讲，我若讲出你若对无着，你算输哦。知啦，讲啦，讲啦。我这礼拜绝对叫你闹开。你去后。好。好。不对咧。加抓。加早。白鸟鼠。胡金菇。我个应该个真顺嘞，好，即摆愈来越愈困难啊哦。美名萧萧，哼，叫袂出来。告鬼弄弄。紧嘞来，等你嘛较紧嘞，哪有当安尼这一波啊？我无法想一个啊。来，你想换人，我讲互你对。是你要讲我对？对。好，甲你对。听好啊。好。万载金城，请万载。这哦。这唔较简单。简单紧讲啊。春秋过来过春秋。佫袂歹啊。好来，继续。北南港，南北港，北港南港通南北。我那一排遐排我。紧呢。好啊。东大东，西大西。大东大西，冠东西。好啦，顺从你勉强对出来啦。我继续听吼。白白啊，无啦，白白像像白白，无白无像无白，愈白愈像。哇，那这条当歹流落来的。对啊。那转你白像的。是啊。哦，嘿，这嘛是简单。好简单，就紧讲。嫁嫁拖嫁嫁，也唔嫁唔拖，也见拖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当然咯，安尼你输我，你就爱嫁我哦。我你讲啥？你空忙空当乒乓来你？你哪知我查某的哈？咱两个变到即马拢还佫无输赢呢，安那是要安怎？袂紧，这简单啦。咱有哪继续甲顶礼拜同款，过来去找迄个钱元贵。甲顶礼拜同款？对啊。啊，你意思无？即礼拜调我去找迄个钱元贵？对，因为顶礼拜是我去，所以讲即礼拜换你去，这号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。哇对，啊你这步这大步要来我遮做长工，敢若互你食嘛食倒。万贵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实在是我食无偌济啦，我就一顿差不多是5汤半。啊？5汤半？我唔是啊，万贵啊，我讲唔对，你也听唔对伊啦。我是讲哦，我一顿哦食差不多5碗半啦。5碗半嘛还伤济，好啦，你敢有意向要来我遮做长工吼？但是要先了解我遮的规矩。若是要来我遮做长工，要经过3关的考验，这3关若通过啊，薪水足悬，1个月50两互你。真是嘞哦！啊喏，啊但是要注意听哦，你若无通过这考验哦，是啊我点啊做长工做1年免险的哦。做1年免无钱的哦。啊，是哦，考虑看卖，若无遮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答应哦。啊好，先足听。好。第一关，来，先足看，挑一个大的水缸，想办法甲底落去小的水缸内底。啊，你即摆讲？啊对。关贵啊？安尼唔对咧，迄小的要底大的口底啊，若大的要底小的歹底啊。那好，再来啦。这我都。啊，第二关，想办法按我
客厅遮的地板，甲拖水甲它拍一头。你即摆是讲这涂骹了？王贵啊，这拢偌少啊呢？对。这边怎推拍啊？那好，再来啦。第三关，想办法请讲我这头壳有几斤重。王贵，你有讲唔对无？无唔对。头壳是踮咧你身躯呢？对啊。你这边怎穿啊？想办法啦，那好，再来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若无通过1年的长假免审的哦。我知。好，即摆我进了头一关。点点？耶！出来！无你安尼要创啥？要甲坏了啊？你换啥？这讲啊？迄一粒几啊两银呢？我管你几啊两。你就讲大骹要洗细骹，无讲我破要洗哪路？耶！一粒几啊两银，可能我报销。好，算讲你第一关通过，就好。第一关通过啊？王贵，我来准备第二关呢。第二关呢？我若是去这个多好。无，你今仔去转路路要创啊？我对倒弄去哈。不，你这个要弄啥？迄厝也无弄我破，迄个代志就袂办呢。你意思是讲厝要甲拆起来，才来扛地板哦？无啦，你讲地板这涂骹这啊，要摕去外口拍着哦。你迄声无讲我破吼，迄日头走袂入来，拍袂着啊。卖命个，这间厝甲拆起来了，我要开偌就是。好啦，算讲你第二关通过，唔好。第二关去通过啊？王贵，我过来准备第三关。你第三关是要想什么撇步？这个。无，你猜到那大机要创？第三关呢？第三关跟猜到有什么关系啦？迄关系大咯。王贵，你讲叫我请我你头壳外几分钟对不对？对。你头壳连咧身躯咧？若无用菜刀铺起来，我要哪我就我切。他到中国都无命去啊！是不是？慢。好啦，所以讲第三关就通过就好。通过啊！50秒分啊！就我50秒要你哦。无我开始。好你。